是吴庆杰，大家都叫我昆虫老师。我是草屯的客家人，因为从小就很爱生态，很爱昆虫，所以我大学是台大昆虫系毕业的。我觉得我是一个某些地方并不想长大的大人，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自己的内心，还是用跟小时候一样的热情去看世界，去过的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庆杰，那大家都叫我昆虫老师，对，因为我本身是台大昆虫系毕业的。那毕业之后，我现在工作就是我养了一堆的昆虫，蜘蛛、蜥蜴、刺猬、青蛙、蛇，就是各式各样很可爱、乖巧的小动物。对，平常都会带出来跟大小朋友分享。那今天呢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生命故事的内容，因为我本身其实我现在除了当昆虫老师，我也是一个作家，因为我从小就很爱画图，很爱写作。那像我出版了4本书，对，但是4本书的内容就是差蛮多的，对，因为我的兴趣很广泛。那有励志的，有旅行的、旅游的，但当然还有我最擅长生态的。那我出版的第1本书叫《More Than Wonderful》的过动人生，所以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常常被老师揍、被妈妈揍，然后就被当成欠揍死小孩的过动儿。但现在长大，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动大人，对，我把很多我的活力跟能量都用在我最爱的书上面。所以呢，第1本书就是把这一路跌跌撞撞、有笑有泪的经历呢，跟大家分享。对，这是我平常放学搭公车的时候，后面那个是我常觉得我有一种很像流浪汉的感觉，东西拿得乱七八糟。那我上课的时候很典型这样。对，过动的特色几点啊？就是东西乱七八糟啊，然后忘东忘西的，整天掉东西。然后比如说上课的时候，我喜欢的东西我会非常的投入，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优点，这是我自己觉得很棒的地方。可是反过来说，我不喜欢的事情，我就会非常没有办法放注意力在上面，我可能就开始放空，做白日梦，然后开始画课本。那糟糕一点就是开始跟隔壁的同学讲话，然后又忘记举手。那这些地方当然都是让我妈会很就是抓狂的。那我记得那时候真的很，到最后来我记得我真的小时候太常被她揍，打我妈有一次她自己因为她的情绪太多，她就整个爆炸。她那天打我真的是，就第2天早上起来脸是有一边是肿起来。那我妈那一次才被自己吓到说，哇，怎么会自己对女儿下手这么重？然后她看到我哭成这样，然后脸肿成这样，然后她问我为什么会一直这个样子，可是我真的回答不出来。那他才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原来我不是故意的。对，以前会觉得好像这种事情就是用心就做得好，那他到那一刻才发现，原来有些事情是真的是刚好这是我最弱的地方。那慢慢，虽然那是20几年前，他还是不知道什么叫过动。对，他为我做了很多的调整跟改变。他在那一次之后，他没有再打过我。那我当然很感谢我的父母为我做的很多。好，那到4年级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，就是我的造型就变成这样了。对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动不动就抱着我妈说：“拜托你不要再让我穿裙子。”我说我要去剪头发。但还是到有一天，就是我真的哭着抱着她，然后她看到我哭成这样，然后她才突然觉得说：“对啊，为什么女生不可以帅帅的？谁规定女生一定要穿裙子？”所以她那一天呢，对我说了一句我人生中听过最美妙的一句话。她跟我说：“走吧，我带你去剪头发。”对，我那一刻真的觉得我妈被雷打中，因为我求了她10年，她终于，那她带我去剪头发之后，她跟我爸也很酷。对，其实我爸内心也是很开放的，只是他很尊重我妈。那后来他们就完全 open mind 了，他们还会一起带我去买很帅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穿这样很帅。对，我觉得我人生从那一天开始变成彩色的。那你们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就从那一天开始到现在20几年的时间，我都可以在父母面前做自己的样子，这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。好，那后来呢，我的求学生涯当然不会很顺啦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这样。那可是后来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讲说，我真的好想要赶快脱离这里，我想要上大学，所以我很认真的开始研究，才发现原来台湾有昆虫系这种科系。那我想说，哇，因为我从小最爱抓昆虫，所以我想说这根本就是我的系嘛。那我就很开心的觉得有一个目标在眼前。那我很感谢我爸妈也是非常支持我，对，因为有很多同学都说你那是要抓蟑螂还抓蚊子啊，就说那很冷门。可是我爸妈他们一直觉得说，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热门跟冷门，就热门是你自己创造的。那我觉得太棒啦，因为这个很冷门对我来说反而是我的热门，因为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发挥空间，所以我就奋发，因为有一个目标。那终于就真的让我那时候目标是台大昆虫系，就真的让我拼进了台大。
对，那进台大之后呢，课程里面当然有很多真的是很好玩的，我很喜欢的，像我们昆虫系我们有一门课是一整学期要教100种昆虫的标本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只要天气好，就是骑摩托车，就是在扛着发电机去山上点灯，因为昆虫有趋光性，就是抓虫啊，然后呢回去就做成，这是我们要交的作业。那我平常是那种手工很不细的人，但是遇到喜欢的事情，我就是非常的投入。那像每一只昆虫做好标本之后，都还写上虫签啊，谁谁谁几月几号在哪里采集的这样。毕业之后，我跟我很多朋友都去念研究所，可是我知道我自己不适合念研究所，因为我的个性不适合做研究，所以我跟教授说，可不可以推荐我去教学？那教什么都可以，因为当然我是刚出道嘛，先去练习，要磨练自己。所以一开始他就推荐我去我们台大隔壁的隆安国小教小朋友。那我的昆虫教学的部分呢，其实我会很希望把我看到的很有趣的世界带给大家。那很多小朋友当然一开始会害怕，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其实很多都住在都市，所以很少接触到昆虫。那加上其实我觉得常常就是，譬如说他们第一次看到昆虫，可是看到蟑螂或蚊子，那他爸爸妈妈就快吓死，就尖叫，所以他就会觉得看到昆虫就觉得很可怕这样。那当然我们慢慢要怎么去引导他们呢？就是可能我带了，当然我有很多我都觉得很可爱的昆虫，从最漂亮的金龟子，或小小的在他们手上走路的小螳螂，那慢慢的老师先伸出手让他们看到说，这个小昆虫原来真的不可怕。那绝对不要强迫他们，对，我觉得这个强迫是最不好的，给他们不好的印象，让他们说，你不敢，先用看的没关系。然后有的小朋友伸出手，然后真的走过去了，那可能他看到说，哇，他的朋友真的这个小螳螂走在他手上，好像很好玩。慢慢的，我们绝对不要勉强孩子，在这个状况下，他去突破他的心防。那当然，我上课也要上得很有趣，对，不是死板板的讲学名背名字。譬如说像是金龟子，他就在教室表演起飞，小朋友看到昆虫飞起来就很嗨了，因为他平常大概很少机会看到这样子的。那我最多的课是室内课。因为这样比较不受天气的影响，我自己养了很多，我就会带去现场。那我会了解每一只昆虫的特性，让他们去做，孩子看到觉得最有趣，然后很深刻的印象说，原来金龟子硬硬的是会飞，蛇摸起来冰凉凉的，那其实它不会，每一只看到就想咬你。然后让他们慢慢在这过程里面，我很希望的是在有趣的过程里，让他可以记得。不用去背什么名字，我觉得印象最深刻，我想要开启他一个对生物世界的有兴趣的门。然后呢，想要让他们感觉到是不是什么动物就是害怕就杀死它，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我非常希望，如果我养了这些小动物，然后让他们看到说我们跟动物其实可以像朋友一样的相处，让他看到说蛇其实它不害怕的时候，它不想咬你了，它又不是要吃你。那这些过程其实他们懂得去尊重生命，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。那我的课程譬如像这是台湾的大螳螂，很大只。那一般呢还有武器，大家觉得它很恐怖，可是其实是你不懂方法，你抓它，它紧张，它才会去攻击你。所以让孩子看到，你看像这样那么小的小朋友，他可以让大螳螂在手上走。那爸爸妈妈看到当然也会很开心，之后小朋友开始懂得怎么接触。那我的蛇，对，我其实常常我觉得我的拿出来是很多大人听到蛇就快昏倒，要冲出去这样。那反而越小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受过这些社会化的恐惧的影响，他们其实看到都是很嗨的。当然有一些会有点害怕，可是慢慢的去接触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呢，让我觉得每天都是非常的快乐，跟心情会很年轻。好，那我也好感谢我的家人，他们一直的支持着我这一路做出可能跟大家主流不太一样的选择。我爸妈就送我这一间，就让我养所有的我的虫、我的蛇、我的蜥蜴，什么都养在这边。对，我爸妈说全部放在一起，总比在外面拉拉蛇好，所以这一间就送给我了。住乡下好处就是空间比较大，这样。那平常我都会跟我的动物，像有一些需要晒晒太阳啊，我的蜥是松狮蜥，然后这是球蟒蛇，我养的真的都非常乖，要带去跟小朋友玩的。这小朋友都很多挂在身上啊，拿在手上这样。我知道大人有一些害怕，但是呢，小朋友其实都认识我这些宠物们。好，那来介绍一些我的很酷的珍禽异兽给大家看。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甲虫，叫赫克力士，对，有没有很帅？这一只呢，身价很高，对，这个台湾当然抓不到，它产地在巴西。为什么它很贵？就是你要技术好才可以养到这么大，因为它幼虫吃的土也是很高级的土。像这一只的大小，市价差不多要1万块，
对，但是它寿命大概只有10个月，所以10个月之后你就要把它做成漂亮的标本。那当然，我除了台湾的昆虫，我也会养一些国外的，就让大家可以认识更多不同的、很特别的生物。我的变色龙也很可爱，龙龙，它有一种拓汤的感觉。变色龙就这样，眼睛它会左右分开来找生物，所以我很喜欢它这个样子。好，还有我的刺猬，这个是宠物刺猬，超可爱的，很像一只长刺的大老鼠的感觉。对，那现在其实我们人类繁殖出来的宠物刺猬，它就是不像我们台湾那野外没有刺猬，对，那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人类养。对，平常吃狗狗或猫咪的饲料，然后很爱吃昆虫，然后跟它培养感情，它就不会怕人。这个带去小朋友都超喜欢的。其实我小时候，我觉得我梦想中第一名的未来的工作是当作家，因为我爱想、爱写、爱画，所以现在我的工作当昆虫老师、当作家，其实都是我觉得比白日梦还要美好的工作。那我每天做自己这么爱做的事情，其实我都觉得我不会累。对，我就觉得现在每天都觉得自己是热血的有为青年，就找到自己最喜欢做的事，其实每天都做得很开心跟投入。那我觉得我的生命故事，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觉得人生从来不是公平的，对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。对，你如何把你的不一样变成你的特色，尤其在现在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也希望我的生命故事可以鼓励到一些不一样的孩子。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说，是不是在这样，尤其我们台湾的教育制度下，在这个体制之外，有没有除了分数、除了念书之外，可不可以看到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孩子他们的特质？像我爱画图啊，我爱想，我爱天马行空一些部分，可能在教育体制内这些能力不会被看到，但是其实这些在未来对我的工作，其实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我也希望对我们家庭，像我除了我自己写，跟家庭出来分享我们的故事，希望让大家看到说的有一些父母可能带孩子他觉得很累的时候，希望看到我们的故事可以带给他们一些力量。还有除了过动的部分，我自己的外形，就是我就是让大家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，想让大家孩子一些在自我认同中找不到自己的孩子，可以看到说就是自信的做自己。对，那今天的大概简短的分享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